来看伫台东县已经有67栋历史的石家庄的文化，最近咧争取登录做台东县的无形文化资产，已经在审查咯。为着要让民众来了解家庄文化台东大学嘛针对石家庄设计游戏、签诗，佮有囡仔册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听讲石家庄是五福大地，带到民间来驱邪祈福，拢总有13回。每一个家庄的任务无同，面谱甲服装也无共款，有的真威严惊人。为了好民众会当了解这款的民间风俗文化，台东大学的花旗文学系师生就会用文学的角度，甲台东县综合奖合作，设计数位游戏、签诗绘本等创意民俗文创品。为什么是星光与阴影同时？我遇到不幸运的事情，但是别人都遇到幸运的事情，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。因为我们是华语系，然后用文艺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命运跟文学之间的一个关系，这样。 家庄通常伫庙会活动由真人来扮演，外界定将这款的文化甲中大生也是帮派想做伙造成误解，也失去文化意义。台东县文书工作者甲庙方为了保存在地有67年历史的石家庄文化，佮改变外界对家庄文化的误解，特别申请登录做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保存，成做台东县第一件以家庄名义的文化资产。我们的脚步。 跟脸谱始终是保持着我们从东港过来的时候的一些传承不曾改变。不过它蛮特别的是，它是以石家匠这种画脸着装出居的一个过程当中做一个登录。 文化处表示，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认定，主要是以人甲社会经贸互动关系为主。石家庄伫台东县的民俗文化受到地方肯定，目前已经进入实际审查阶段。今年有希望通过未来会甲关小条件早下单齐名的宗教类文化资产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